花式艺廊来看朱宗庆打击乐团，今年唯一一场的年度公演，10月底要来举办。表演者是7个少年家，要带予观众上新调的打击乐。木琴大鼓轮番上阵，7个少年人用打击乐表现出蔡启爱老练。这首蔡启爱曲目由少年的音乐家创作，要展开世界首演，为打击乐界注入新活力。菜市场里面就会有肉摊啊，或者是一些蔬菜，或者是就各种摊位。那刚好就象征了，其实我们7个人也是完全都不一样的个性。较早音乐会拢是由资深的音乐家带队，这摆由少年人来接手，更加展现出乐界传承风貌。人才是要给机会，要给陪伴。这些资深团员，他可以站在后面，让年轻人在前面是不容易的。那这表示大家是爱打击乐，真的会有一个大家一起的感觉，因为都是年龄相近的伙伴。这场音乐会要开始啊！观众会使听到多元的创作主题，资深、中生甲新生代，展现出无同款的新调风貌，嘛，互人真期待。